迎各位嚟到由信報教育主辦、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並獲得語文基金撥款嘅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2025至26頒獎禮暨座談會。今年嘅比賽呢，我哋已經嚟到第2屆啦。我哋舉辦咗一共呢15場嘅到校校園寫作分享會，參與嘅師生呢，一共係有大約2500人，而寫作嘅比賽呢，係有一共85間嘅中學參加，超過1200名嘅中學生參賽，成個計劃嘅受惠人數咧，可以話係超過3700人㗎。信報一直都透過旗下嘅信報教育啦，舉辦呢個活動，希望就喺呢個中文嘅學習層面，鼓勵同學觀察身邊嘅人同埋事。今次嘅大會收到嘅參賽作品呢，就比上一屆就多咗1倍，俾我哋感受到新一代書寫嘅溫度同埋嗰個力量。希望你哋用你哋嘅不足，繼續講好香港嘅社區故事，為香港未來寫下更加多嘅文章。除咗話認識社區同埋寫作之外呢，其實步行呢係令我哋身心快樂啲嘅一個方法。可能係啲咁瑣碎嘅念頭，一啲狂想呢，都係令我哋行路行得好快樂嘅原因嚟。如果要寫好一篇社區故事，我諗就係用心去到感受。一個好嘅社區故事能夠引導我哋年輕嘅朋友啦，走入社區，仔細觀望、觀察、感受同埋記錄，作品又能夠面向到大眾，甚至係影響到社區。咁所以咧，層層疊加嘅作用咧，係寫作同埋社區之間產生嘅威力嘅。好多人話而家嘅學生咧對香港冇乜感情，我覺得唔係嘅。對好多嘅地方嘅觀察係好入微啦，好細微啦，人咧好容易遺忘，亦都好容易忽略。呢啲嘅故事嘅呈現係讓我哋知道香港其實係一個好美麗嘅城市。今屆裏邊好多作品咧，其實都好優秀，尤其是描述啲舊區啦嚇，譬如黃大仙啊、旺角啊，你會增強呢個地方嘅一個認同感啦嚇。海外嘅遊客閱讀呢啲咁嘅故事，會拉近咗同呢個社區嘅距離。對一啲小朋友嚟講，透過閱讀呢啲故事，印象係深刻咗啦，將來佢可能會貢獻呢個社區。我篇作文靈感好大方面都係來自街坊嘅，經常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事咧，啲街坊都會分享佢自己身邊嘅事。我重新遊歷了一遍我的社區之後，有一些東西我本來是沒有注意到的，這些味覺、嗅覺、視覺重新在我的腦海裡再播放一遍。期待咧，大家都可以繼續懷住呢一顆創作嘅心咧，繼續去做更加多好嘅素材出嚟啦！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2025至26圓滿完成啦！多謝各位，我哋下個學年再見。説好香港故事。